繼續嚟。嗰班做空嘅基金經理聽到大眾發俾歐盟廢咗係有啲意外，但係都冇點上心，完全未驚過。佢哋心諗，就算冇咗大眾發，保時捷都要食到75%先算贏啦。由30%去到75%，條路仲流長啊！再加埋德國嘅證券法白紙黑字咁寫喺度，當你攞住上市公司嘅股權超過30%之後呢，你每加到1蚊貨都要做公告。當時個保時捷揸住30.9%，即係之後每落多一注都要攤一次牌。保時捷喺明注嗰度掃貨。基金經理喺暗住及住個市，萬一有咩意喐，佢哋隨時都可以調轉槍頭，即刻着草嘅。到咗08年嘅9月份，保時捷好唔容易咁將個持股掹到42.6，跟住個數字就釘死唔喐啦。想靠喺市場入邊掃街貨嚟食人哋間公司，邊有咁易啊？你越買就越推高個價，後邊抌本就越重，難度就會越嚟越高。於是出邊就開始唱，睇嚟呢單收購要肥佬啦。就喺呢個時候，全球變天。08年9月15號，美國雷曼兄弟冧檔啊，全球股市跟住一齊撲街，金融海嘯殺到。而呢個時候，啲大眾嘅價仲企得好硬，成個市幾乎一致睇死保時捷噶啦，個個忍唔住喐手，一下冧市喎。隻股有 Q 可能企得住啊？只要嗰壇收購一衰，大眾嘅股價實插水撲直啦。於是嗰啲基金就好似豺狼見到肉咁，成班撲晒上嚟，全部繼續買細。但班基金經理算到盡，都係計少咗條數。嗰條佔股30%以上必須公佈每次交易嘅規矩，其實係有窿路㗎。佢淨係針對啲政府嘅買賣，而嗰啲古靈精怪嘅期指貨係冇計入去㗎。保時捷明面上面持股紋風不動，查實暗地裏咧喺度係咁掃貨，入咗一大紮大眾嘅期權。呢招等於使錢借證券行嘅手鎖死啲買貨額度，就咁神不知鬼不覺，佢已經食咗31.5個大眾期權。而家保時捷左手揸實4/3嘅明貨，右手抽埋3/1嘅暗倉，夾埋7/4，基本上已經埋到龍門，就差起腳啫。班基金經理仲喺度懵成大手沽空，完全都唔知已經水浸眼眉，死到臨頭啦。